終於開團啦！想嚟中山睇樓嘅朋友，快啲報名啦！睇完我哋嘅樓盤，有時間仲可以一齊去靚景打卡添。中興智慧城位於黃金內灣嘅核心位置，馬鞍島。樓盤離深中通道出入口只係800米，就可以去到深圳寶安機場，30分鐘左右直達深圳灣口岸。行去香山站淨只需要6-7分鐘，交通真係超級方便。我哋嘅戶型由88平方至到200平方，包咗超級交付，超過70% 單位望到湖景同海景，仲有華潤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加持。你嘅樓盤樓下已經開咗71靚裝修，餐廳、健身娛樂等設施，食買玩一站解決。報名嘅朋友，我哋仲會用7人豪華車接送，同你哋食下中山特色美食。睇完樓再帶大家行下樓盤附近嘅翠湖公園。間中興智慧城嘅樓盤朋友，快啲響評論區購，名額有限，手快有手慢冇。